现代台语版圣经使徒行传第3章。有一日，下晡时3點祈禱的時間，彼得甲約翰上聖殿。有一個出世骹就歹的人，逐日予人關來下佇聖殿迄個叫做水門的門口，通對入聖殿的人求乞。伊一下看到彼得甲約翰得要入去聖殿，就求因寫示。彼得甲約翰注目甲伊看，彼得對伊講：看阮。伊就注神看因，看會當對因得到甚物。彼得對伊講：今阮我攏無，我將我所有的予你。我奉拿撒勒人耶穌基督的名命令你起來行。然後彼得牽伊的正手，甲伊扶起來，伊的骹甲骹目隨時有力，就跳起來徛地，閣行，甲因做伙進入聖殿，哪行哪跳，哪學了上帝。眾人看到伊哪行哪頌讚上帝，閣認得伊是平常坐佇水門的門口佇求乞迄個人，就對佇伊身上所發生的代誌感覺真奇怪，着驚。佇所羅門走廊，迄個得到醫好的人，甲彼得甲約翰抾條條，眾人大奇怪，攏走倚來。彼得看到遐個人，就甲因講：以色列人，恁是安怎對這項代誌感覺奇怪？是安怎注目看阮？想講阮是靠家己的能力，還是虔誠，予這個人起來行？亞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上帝，就是咱祖先的上帝，已經予伊的僕人耶穌得到榮光。這位耶穌，恁甲伊交予官府，彼拉多決定要放伊的時，恁當場拒絕。恁拒絕迄位聖閣公義的，要求彼拉多放一個殺人犯予恁。恁殺死活命的源頭，就是上帝予伊對死人中閣活迄位。阮是這個代誌的見證人。對信靠這個名，就是耶穌的名，恁所看見、所捌這個骹歹的人有得到氣力，對耶穌所事的信心，這個人完全好起來。這項代誌，恁大家攏有看到。兄弟，但我知恁甲恁的領導者安尼做，是因為毋知。上帝有通過眾先知的喙，有言伊的基督着受苦，這代誌果然應驗了。所以，着悔改歸向上帝，通予恁的罪得到撤銷。安尼，主就會使恁更新的日子，閣差遣早就經好勢的基督耶穌來。照上帝通過古早聖先知的喙所宣布的，伊一定着踮佇天頂，直到萬物復興的時。摩西捌講，主恁的上帝要對恁同胞的中間，甲恁任命一位親像我這款的先知，伊甲恁講的話，恁攏着聽趁。毋聽這位先知的話的人，會對主面中攏甲因誣衊。對撒母耳到以後所有傳信息的先知，攏有講起這個日子。恁是先知的子孫，嘛是上帝甲恁的祖先所立的約的繼承人。伊捌對亞伯拉罕講：地上萬族攏會因為你的後代得到福氣。上帝任命伊的僕人，先找伊來恁遮，甲恁賜福，予恁逐個人活倒轉離開邪惡。